係啦，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，我係 Candle。日元對美元4小時走勢未能跌穿下方支撐，反而再一次向上升。咁今日大家都關注呢個升勢會唔會繼續落去？佢哋嘅情況下，如果真係繼續上升，下一個中長線目標價就會變得好重要，而能唔能夠達到嗰個期望值都係非常關鍵。所以今日我都會一邊睇住市況，一邊同大家分享短線入市嘅策略，麻煩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即刻由周線圖開始嘅。依家情況係自從2020年高位落嚟，去到162日元左右，喺周線級別喺呢個通道上限附近橫行緊。技術上嚟講呢，依家大家都關注會唔會有調整，回落到周線移動平均線附近。咁如果今個星期周線收市價可以大幅突破上邊呢個區域，咁個上邊區域做長倉都可以考慮下。不過睇翻 RSI 其實已經有啲超買，對投資者嚟講要積極做中長線多單都唔係咁容易，我覺得係咁。咁講翻正題啊，依家周線圖咧都仲係一個好靚嘅上升趨勢嘅，所以如果真係要做長倉，最好都係等佢回落到周線移動平均線或者趨勢線附近，等佢調整完先再睇下一步做多。呢個都係比較正路嘅睇法，所以大家可以將呢個情景作為主要方向，持有美元對日元都可以考慮下啦。至於而家美元買盤嘅情況呢，其實好似歐元對美元咁，日線圖呢都係由移動平均線反彈翻上嚟，好多直盤貨幣都係咁，技術上都係美元買盤主導，咁所以之後都好大機會會繼續咁樣發展，都可以睇啲。而且美元對日元而家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嘅水平，所以大家要時刻留意住呢啲走勢，咁樣先可以構建好未來嘅交易計劃。咁當然啦，大家可以一邊觀察市況，一邊慢慢部署，等佢清楚咗入市區域，今日同聽日都可以揾下機會入場。好，咁而家講下日線圖。上個星期四，因為美國就業數據差過預期，所以市場有冇調整？不過今個星期160蚊呢條支持線同埋日線移動平均線都有反彈，所以尋日大家都關注住呢個走勢會唔會繼續？咁呢個我陣間都會再同大家確認。不過呢4小時圖嘅移動平均線就向下㗎。喺4小時圖嘅移動平均線都未有向下突破，暫時都係向上反彈，所以今日有機會挑戰長期高位。不過正如頭先講過，依家已經到咗2024年嘅最高位，所以都要預計下有機會會出現高位回落，甚至有機會形成一個下跌走勢。當然未來都有可能出現類似雙頂形態，短期內都會有啲調整壓力，所以呢個位再加碼做多 long 就要小心啲，建議大家要謹慎啲。去睇翻日線圖，依家可以見到有呢啲波動走勢，但係長期嚟講，如果出現突破長期支持位嘅情況，喺呢個上升趨勢嘅回調支持位就會再上移，所以都要時刻考慮市場情緒有機會轉向下方。如果短期內有痛位被突破呢，市場出現空檔呢，都有可能會突然出現一波下跌走勢，所以之後嘅走勢技術上都要留意住呢啲供求平衡有冇被打破。建議大家要細心觀察同分析市場情緒。咁講完日線圖嘅大致背景同市場情況之後，我哋再深入啲睇下有冇嘅短線可以操作啲位。好，佢以下就係小時圖分析。正如我哋琴日影片講過，星期一已經突破咗4小時圖嘅重要位，所以琴日大致上都預計會出現第二波、第三波咁嘅走勢。當然喺呢啲位積極做多都冇乜問題。不過正如之前提過，依家美元對日元處於一個相當高嘅水平，如果用1小時圖佢哋呢啲位都有1小時圖嘅移動平均線。所以呢啲情況都係可以預計到嘅，而且如果想等1小時圖嘅移動平均線突破咗先再入市，佢就要留意由現價到最近高位之間有幾多空間，佢決定值唔值得入市。我覺得其實都幾難操作嘅，所以如果你有做多時框架分析、認真分析過先去交易嘅話呢，其實入市都幾困難。佢哋嘅情況下，對於今日同聽日嘅交易，如果見到價格開始向下，4小時圖嘅移動平均線都被跌穿咗，咁你可以考慮喺呢啲位做淡。相反，如果之前嘅高位被突破，4小時圖繼續維持升勢，咁你都可以考慮喺之前長期高位附近做短線淡倉。總之呢，首先如果咁淡嘅話，可以留意呢啲走勢。希望大家可以一邊觀察市況，一邊制定自己嘅交易策略。如果價格真係突破咗呢個位，其實都可以考慮咗呢啲位做長倉。不過而家嚟講，上面嘅明確目標價，所以最好等佢真係大幅突破之後，等佢回調翻佢先考慮低位吸納。呢個都係基本嘅操作思路。如果未能夠喺高位之前攞到理想回報，其實都可以選擇暫時觀望。所以大家記住，短線嘅目標要定得清楚，先好考慮入市。另外，正如琴日所講呢，市況都係咁樣向下發展。咁如果市況發展到咁樣，其實由大約160蚊附近做長倉，短線嚟講都可以考慮下。不過呢，如果市況真係咁樣發展呢，見到個頂位一路壓低，價格向下跌呢，佢哋呢啲位做長倉呢，其實風險都會大嘅。而且以日線嘅嘢，走勢都比較容易下跌，甚至周線移動平均線都有機會壓住個價，所以基本上都要預計呢，有機會一口氣跌落去，做好倉位管理。如果喺呢啲區間中間位做短線交易呢，其實都好難操作，基本上都係建議喺區間頂部或者底部先考慮入市，所以基本上都係等價格回落到啱嘅位先入市，呢個係最基本嘅做法。無論你係短線定中線操作，都要記住一點，揾啱時機先入市。我都建議大家咧可以留意住今日個市點走。星期五我會再喺 YouTube 上載新片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啦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